下，俺哋先来认识一下，等下上课会用到嘅词汇，大家记得听练音哦。第一个汇款，汇款，汇款；第二个会费，费费，费费；第三个电话号码，天发号码，天发号码；第四个家里的屋下嘅，屋下嘅；第五个手机，手机嘅，手机嘅。按做，今晡日爱拍乜嘅？我要费钱，杜金鋪同下號嘅單呢，還有飛飛提呀。也錢愛飛半萬元嘅。我來耶，天花號碼冇寫到，愛補一下。我下屋下嘅天花也係手機嘅號碼。都做得，錢未到唔記就好。好，攀好誒，還要攀其他嘅冇？冇誒，多謝，能來了。看係頭度嘅影片，我哋來學習一下幾句常用嘅對話。首先，也錢愛匯本萬元嘅呢，這錢要匯給誰的呢？好，這個錢，也錢，也錢，要愛匯給匯本，匯本，誰的呢？萬元嘅呢？萬元嘅呢？好，整句呢，也錢愛匯本萬元嘅呢？也錢愛匯本萬元嘅呢？下一句，冇寫到電話號碼，愛補一下。你沒寫到電話號碼，要補一下。你沒寫到，冇寫到，冇寫到。電話號碼，天發號碼，天發號碼，要補一下，愛補一下，愛補一下。好，整句來咯。冇寫到天發號碼，愛補一下。冇寫到天發號碼，愛補一下。好，最尾一句，辦好嘞，還愛辦其他嘅冇？辦好了，還要辦其他的嗎？好，辦好了，辦好嘞，辦好嘞，還要還愛辦其他的嗎？其他嘅冇？其他嘅冇？好，整句咯，辦好嘞，還愛辦其他嘅冇？辦好嘞，還愛辦其他嘅冇？好，以上呢是我們這個單元的常用句型的練習，一樣多聽多說就會有多的進步，加油！